9月7號透早，市長黃惠鐵特別協同台南市教育局長鄭信輝來到莊民國中來甲大家做宣導友善校園的重要性。活動中，市長呼籲學生一定要知影要安怎來尊重甲關心同學，一定要佇學校內底來避免霸凌甲性騷擾的事件發生。特別是佇這個網絡發達的時代，大家人透過手機就用來互相傳送影片甲消息。千萬唔通想講用唔知影名的方式，就佇網絡出現霸凌的狀況。都會做的這個友善校園的一個宣導哈。那我每個學期我都來，好，那因為市府是非常重視這個友善校園，杜絕一些校園暴力、霸凌以及性平的相關的案件的發生。好，那我們都說對於校園暴力零容忍，但是要如何做，還是要從教育做起。所以我們很希望說，我們的同學都能夠，跟老師、跟家長一起在一個健康的環境裡面成長，那同儕之間避免霸凌、避免暴力、避免用一些比較不當的言辭或肢體動作來造成對方的困擾。活動中嘛是愛維持防疫原則，控制現場的人數，所以透過直播的方式來甲大部分的學生做共同宣導，並透過動畫來強調，大家學生不管是咧佇學校還是佇網絡，攏必須愛保有素養。在崇明國中啊，那麼舉行我們1年1度啊，那麼校園宣傳週裡面最重要的是友善校園。那友善校園呢，我想在國中這個階段，那麼尤其特別是重要。那麼一直以來，我們其實特別關注的幾項的議題啊，像網絡的霸凌那這個是非常重要，尤其青少年，那麼人手一機，那麼又是好奇心特別重的一個年齡階段，所以有時候呢就會網絡上呢那麼隨意的去散播一些這個不該傳送的一些訊息，涉及到個人的隱私，甚至有可能會造成同儕之間的一些暴力或傷害。那我想這一個我們是今年列為特別要加強宣導的。活動的最後，由市長甲現場的貴賓做伙甲代表網絡負面行為的氣球講互破。除了表現出市府大力甲推動友善校園以外，嘛願意甲各學校共同來打造安全的學習環境。台南新聞劉品言採訪報道。